大家好，我係雷達，廣東四會人。今日我企喺六祖天心禪寺嘅山門前，要同大家講講呢座古寺嘅前世今生。六祖天心禪寺歷史悠久，承載住深厚嘅六祖文化。早喺唐代長慶年間，公元嘅821至824年，呢度就已經存在㗎喇。最初係叫六祖庵，係為咗紀念六祖慧能大師隱修四會15年嘅功德而建嘅。六祖慧能曾經因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嘅頓悟偈語，係繼承咗禪宗衣缽，並且喺四會隱居期間，將禪法融入百姓嘅生活，提出咗下人有上智嘅平等思想，影響深遠。六祖古寺喺歷史嘅浪潮中，究竟係經歷咗啲乜嘢波折呢？話說早喺南宋呢度就已經係香煙裊裊，僧眾雲集，係四會方圓百里信眾朝拜六祖慧能嘅聖地。到咗明清時期，六祖古寺迎嚟鼎盛，寺內藏經閣，珍藏住無數嘅佛學經典。但係好景不長，近代戰火紛飛，加上歲月嘅侵蝕，古寺嘅梁柱開始腐朽，牆壁係出現咗裂痕，好多珍貴嘅文物典籍都喺戰亂當中係散失，整係剩低斷壁殘骸，雜草叢生，令人唏噓。咁喺2008年，我同師父企喺廢墟之上，望住滿地嘅瓦礫，內心五味雜陳。當時又冇錢呢，又冇人呢，又冇規劃，但係我哋有一股勁，就係要將六祖文化傳承落去。咁呢個過程係好艱難嘅。重修初期，我哋四處飲賓酒籌集善款，為咗還原古寺嘅本來嘅面貌，我哋走訪各地古建築專家，查閱大量嘅古籍資料，連一磚一瓦嘅規格、顏色都係反覆考驗。記得有次一場暴雨，將啱啱砌好嘅圍牆沖垮，但係師父話六祖修行都經歷咗9981難，我哋呢啲困難又算咩呢？就係呢句話令我哋係重拾信心。經過6年嘅努力，2014年六祖古寺正式更名為天心禪寺，以全新嘅面貌呈現響世人嘅眼前。呢座古寺唔單止係一座建築，更係六祖文化嘅重要載體。咁而家嘅天心禪寺係保留咗傳統嶺南古建築嘅風格，又融入咗現代嘅元素。大雄寶殿莊嚴肅穆，六祖殿內供奉嘅六祖像係栩栩如生。每逢法會，成千上萬嘅信眾從四面八方趕嚟，鐘聲、誦經聲、木魚聲交織。呢度仲定期舉辦六祖文化講座啦、禪修班，令更多人係了解六祖慧能頓悟成佛、明心見性嘅智慧。未來我哋想將天心禪寺打造成傳播六祖文化嘅重要平台，令更多人知道呢座古寺承載嘅唔單止係建築藝術，仲係一種跨越千年嘅精神傳承。